台南过去举办过福卡萨马戏艺术节的系列，曾经创下8万到10万人次的热潮，嘛成功让马戏艺术加入大众生活。伫厝里面，林俊宪为了诉求快乐是予囡仔上好的礼物，所以好不容易邀请福卡萨伫9月20日开始，再出来台南巡回3场的表演，而且佮规划绿色儿童的爱心专区。17号伫活动开锣仪式进前，徐梦高超巨人嘛来到记者会现场，甲大家互动，欢迎大家到时做回来感受亲子同乐的嘉年华会。我们台南队希望能够透过佛卡萨的演出我们来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快乐。那我们也结合一些社会公益团体，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会保留特别的位置给弱势家庭的小孩同时也希望透过这样有趣的演出让孩子们在娱乐中能够欣赏不同的艺术能够学习、传递快乐还有互助等等。佛卡萨它的演出内容其实是也非常深具有教育意义。同时在未来，我会结合我们的议员团队以及配合我们的立委在中央地方的合作，我们能够推动第一个，我们对于未来的妇幼政策啦幼托的补助生育补助等等，其实台南我们要把它营造为一个适合生小孩、养小孩的一个地方，一社区一个特色公园例如等等未来的相关妇幼的鼓励政策，我们也会来持续的来努力。林俊宪伫欢乐宣布马戏团活动同时，面对10号上新媒体民调，伊甲嘉荣界已经有差12个百分点，甲今年2月差距明显扩大。伫处伊除了表达尊重，嘛认为是国民党介入因党内初选，干扰民调愈来愈明显的结果。不过，伊嘛继续争取少年族群甲南科等新住民的认同。这个民调我们都表达尊重了但是其实我们内部一直都掌握到相关的我们的选举脉动那当然会有一些有政治性目的的希望能够企图干扰尤其我是觉得其他的政党在干扰民进党的这个党内初选这个越来越明显了力道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就说我们呼吁我们的支持者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就要越团结了才能够应付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也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的认同尤其像我们希望争取一些年轻人、年轻家庭，尤其台南最近有一些外来的移民因为很多年轻人也到台南来，我们台南有新的科工区等等，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一个优质环境让年轻人愿意到台南来。林俊宪表示，邀请福卡萨马戏团不只是娱乐，嘛希望让家长知影，包括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的提高等有关妇幼相关的福利政策，拢是伊对选民的承诺。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